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就1月25號星期六啊。咁今晚呢就介紹兩場俾大家參考一隊德甲，一隊係意甲嘅。德甲嗰隊呢就係柏林聯對住多蒙特。柏林聯呢就中游分子，就對住爭前六嘅多蒙特。今晚呢就睇好柏林聯能夠主場守得住多蒙特，因為多蒙特啱啱打完歐冠，體力可能爭啲。我睇好柏林聯件波衫另外一場呢就係意甲嘅萊切對住拉素。萊切呢要保組㗎啦，而家要得17分。主場對住近排比較差啲嘅拉素我睇好萊切件波衫需要購買精選嘅波衫呢，就係私微下留言今晚祝大家好運好多謝，拜拜。